这是地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司政边巴次仁出席第29届公园养签论坛；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部长会见来访各国代表团；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在达仁萨拉欢迎瑞士联邦议会代表团；西藏前政治犯郎吉在信仰被围困会议上讲述亲身经历；驻北美办事处在加州举办藏人青年领导力与能力建设培训；每周展望90华诞暨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10月12号致函玛利亚·克琳娜·马查多，祝贺她荣获2025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赞扬玛利亚·克琳娜为他人服务的勇气，并指出她提醒世人要勇于为民主与自由发声。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玛利亚·克琳娜·马查多，以表彰她为委内瑞拉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不懈努力，以及她为建立和平、公正社会所展现出的坚定决心。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为了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对西藏议题的关注，于10月10号开始对捷克、德国、南美及美国等国展开访问。上周日10月12号，司政边巴次仁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出席了第29届公园养签论坛，并在题为印太地区的团结、西藏的气候危机和中国它的脚步将止于何处的2场主题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司政在演讲中指出，中国在西藏的地震多发区大规模开采矿产及修建大型水坝，以及对西藏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并对亚洲及更广大地区的水安全与气候稳定构成威胁。在布拉格访问期间，司政与多名知名人士与人权领袖、学者、议员、中国问题专家、国家元首及媒体人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前往柏林前夕，司政在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记的陪同下，分别会见了由马丁·哈拉率领的由汉学家、记者与分析师组成的透视中国研究团队，以及捷克共和国参议员伊日奥贝法尔泽与普仁米斯尔拉巴斯。另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安全部和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在过去的1周里，分别与来访达仁萨拉的各国代表团举行会晤，并出席了多项重要活动。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于上周四10月9号在拉巴次仁纪念厅会晤了来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代表团，并与来访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互动交流。本周二10月14号，诺增卓玛部长在达仁萨拉会见了来访的日本海岸市主持禅坛净东法师及随行演习团成员。诺增卓玛部长感谢他们对西藏人民的持续支持与关注，并特别提到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长期以来给予的坚定支持。此外，教育部部长塔兰卓玛于本月初赴德国展开访问，推动国际社会对流亡藏人社区教育事业的关注与支持。在德国访问期间，塔兰卓玛部长分别会见了德国藏人协会、明爱国际、加密斯帕腾基辛福伦社、德国教育机构官员以及当地藏人社区的代表，并参访了慕尼黑藏人社区的周末藏语学校。另外，安全部长加日卓玛于上周日10月12号作为主宾出席了在印北达仁萨拉举行的丹增德勒荣波切勇气奖颁奖典礼。
今年度的丹增德勒荣波切勇气奖授予了朱姑洪嘎多杰荣波切，以表彰他在西藏自由斗争中展现出的坚定奉献与牺牲精神。安全部长还应邀出席了在达仁萨拉举行的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成立100年庆祝活动。另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和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分别接见了来访达仁萨拉的瑞士联邦议会代表团。上周五10月10号，来访瑞士联邦议会代表团成员在达仁萨拉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并于上周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以及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藏人行政中央嘎夏还于上周五晚间在达仁萨拉为来访的瑞士联邦议会代表团举行了欢迎晚宴。此外，西藏前政治犯郎吉于近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了聚焦中国的宗教迫害与压制的信仰被围困为题的研讨会。在会议上，郎吉讲述了他15岁时因举起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照进行和平抗议而被捕的经历，并描述了他在狱中遭受的歧视与苦刑，以及中国对西藏宗教自由的打压，并提到西藏政治犯即使在出狱后仍被剥夺行动自由的现实。本次会议由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办，并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共同协办。在华盛顿期间，郎吉还访问了多家非政府组织及美国国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的办公室，介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于上周末与西藏基金会及北加州藏人协会在加州上密院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为期3天的2025年藏人青年领导力与能力建设培训会。30多名来自美国各地的藏人青年参加了培训，内容涵盖禅修练习、职业发展、倡导技巧与社区参与等议题，由多名杰出讲者带领互动讨论。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活动的一部分，世界各国的藏人和支持者继续通过举办各类活动，推广尊者的慈悲理念和西藏的传统文化。位于纽约的动态影像博物馆与全球影像机构埃布拉莫拉玛合作，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及纽约及新泽西藏人协会的协助下，于近日在纽约皇后区放映了纪录片《幸福的智慧》。出席嘉宾包括美国国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格西·图登伦珠、好莱坞著名演员理查德·基尔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丹曲嘉措等各界代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华人事务联络官桑杰加与近日代表驻日内瓦办事处出席了由瑞士西藏妇女协会在瑞空西藏学院举办的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在印度境内，达仁萨拉的藏人定居点办公室为来自恰蒂斯尔邦的世界学术学校的60名高中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讲座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丹增列谢担任主讲人。此外，位于印度喜马歇尔邦的康嘎托藏人定居点于上周日10月12号举办了一场有关达赖喇嘛尊者4大人生使命的讲座，由西藏之家学校德吉林分校校长龙日索囊主讲。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